清爽的一個款的一個手穿7.7。嗱，你啱嘅話你拍比較輕盈版係嘛？簡簡單單，我中意呢啲咁嘅感覺。有冇中意呢種啊？一條已經足夠咯。呢啲嘅23428價錢係825元，所以我哋首串呢輪流帶啊，每樣買一條或者買幾條係嘛？翻去到今日中意呢個顏色就買呢個，今日中意呢條就買呢個係嘛？輪住帶，中意邊個色調就帶邊個係嘛？睇心情。嗱，要自己去拍啊！嗱，手串唔怕多係嘛？手串唔怕多就去疊帶，都好好睇㗎。我同你講啦，帶翻我啲紙咁去疊帶，也是很百搭啦。或者搭啲我嘅木珠啊，去搭啊，又好靚，見唔見啊？哇，好搭喎，很好看咧。我中意呢隻咁靚嘅一隻水晶加一個紫水晶嘅，成個水晶好順咯，很蠢啊！呢個有冇中意姐姐？我這個好喜歡咯，呢個我有7.5嘅尺寸，呢個有冇中意姐姐？有中意自己嚟拍，呢個上咗編號先，呢個已經編號上咗，你哋 cap 翻個圖啊！咔嚓咔嚓咔嚓，呢啲嘅23428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咁呢個就過啦。你哋想要咩款式打出嚟公屏，好睇嘅呢個，我中意嗱，同或者搭呢一個又好靚。搭啲海紋石，見唔見啊？啲海紋石好有特色啊！咁去搭，仲要有個星星呢度嗱，啲細卡咁去搭係嘛？呢啲咁樣嘅都好睇噶，見唔見啊？同翡翠去搭咯，木珠都好靚啊，唔差噶呢款式。呢個有冇中意姐姐？嗱，咁去搭又好好睇喎，係嘛？咁百搭。你中意邊個款式？有冇啱嘅姐姐們？有咩喜歡姐姐？嗱，即係去搭，我覺得呢個白水晶咁去搭都好睇，係嘛？夾埋呢啲咁樣嘅，哇！呢隻種又呢一個木珠又靚喎。嗱，海藍係英哥嘅綠旗藍啦，怪唔之得啦。嗱，見到未一個油脂感，黑棕色嘅一個啦，成個線條咁，你見唔見啊？油脂全部喺晒度。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？嗱，沉香一個，想入沉香嘅姐姐揀呢隻款式。想要沉香的姐姐嚟挑這個，有冇想買沉香嘅姐姐？想買沉香嘅姐姐嚟拍一個，想要沉香嘅姐姐嚟拍一個啦。佢成一個咁樣嘅係嘛？嗱，黑棕色，見唔見啊？同埋一啲咁嘅淺米色啊，嗱，淺色嘅，咁混搭埋一齊咧，係嘛？成個紋理咧，佢都係不規則噶，全部都不規則，好靚啊個，見唔見啊？油脂較飽滿，香韻味較重，哦，見唔見啊？姐姐們，成個沉香都好靚，佢呢個。嗱，中意沉香嘅自己嚟拍，因為沉香咧個寓意都好好，寓意都是很好嘅。佢沉水啲級別咧都高嘅啫，沉佢級別都可以。見唔見啊？半沉嘅一個咯，你睇佢油脂，哇！這個很好看啊！呢一個種較靚嘅一件啊嚇，佢呢個木質較靚啊，級別較靚，唔差呢個木質，好香。好清香味，再落翻嚟有一個奶香味啦，花果香味啦。嗱，要嘅姐姐快啲過嚟拍一隻沉香嘅一個款式哦。想要沉香嘅嚟拍一個得靜心安神嘅係嘛？緩解焦慮失眠嘅，平復翻我哋內心嘅內耗啦。五行屬木嘅一個係嘛？心火旺嗰啲姐姐們咧，性格暴躁嘅，去買翻隻啲沉香去搭。但要嘅姐姐嚟拍呢個款式，失眠多夢嘅姐姐都可以帶翻一個，加上佢又有一啲個白水晶同埋紫水晶嘅加持啦。見唔見白水晶可以淨化我哋身邊嘅負能量啦，可以淨化好多嘢啦，係嘛？唔好嘅嘢啦，夾埋有紫水晶，
同埋更加注意我哋嘅專業力啦。嗱，想要嘅姐姐嚟拍，一個好搭喎，一個好睇嘅條，即個好看，我中意有一串。嗱，要嘅姐姐嚟拍，呢個價錢係去到750嘅，你中意嘅姐姐嚟拍，750蚊，又啱又中意姐姐沖，呢啲嘅23429，價錢去到750嘅，水晶加一個沉香手串，中意姐嚟拍，佢呢個沉澱級都高嗰個。快到一個半沉啦，佢個7.6嘅尺寸咯。嗱，啱嘅姐嚟拍，中意姐嚟沖咯，佢呢條好睇